政府实施本色无落地以后，民众提本色等本色车已经成为习惯。不过，议员李克伟接受安平这大楼欢迎，因为政府分化路维修，民间公司收运本色费用增加，相对增加大楼住户负担，所以要求政府许可全面实施子母车清运。对此，环保局回应，依照目前人力甲添购本色车的经费，实在无法度一摆到位。即马咱的粪扫当然环保局我们来做个清运嘛，吼。这套天厝吼是这个环保局来做一些清运吼。大楼住户当然也要一视同仁啊，吼。大楼的垃圾由民间来清运，实在不太合理的，因为他们的垃圾啊，不是讲这事业废弃物啊，吼。虽然咱台南有超过3000栋的大楼，不过毕竟他们也是这个186万人口的一部分啊。这咱政府北岸公没有这个能力来做一个负担啊。放纸车的话。那不用太久，不会超过1个月，它变成垃圾点，那等于是倒退回去。那现在也会定时定点这样收，那也就是说，不要到处市区里面都是有脏乱点。至于议员讲的这个大楼的部分，很主席呢，我尽量能够协助，尽量能够协助。但是呢，因为如果要在公寓大楼里面呢设这个纸车桶的话，那必须要去改我垃圾车的规格，要去夹这个桶子，所以我的量能确实有限，我现在没有办法一步到位。议员强调，台南有3000栋大楼主体，住户拢是市民的一部分，除了要求协助清运，嘛希望率先全国实施用子母车来清运大楼垃圾。对此，市长嘛答应检讨，找出可行会当接受的共识。用子母车有些地方可以省时省力又省钱。这咱哪无要来做呢？省钱不知道了，省时省力也是有的。我们来想一下，咱会当安尼较方便的吼，升降吼子母车，咱更需要安尼恰人吼，咱是安尼。来检讨一下啦，这部分来检讨，看会当有一个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比较方便的方式。议员除了关心大楼垃圾清运，嘛进一步替大楼污水加工来清明。因为这几年来，政府并污水加工率投入庞大经费，但至于透天厝政府会当负责，嘛要求大楼爱比较办理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根采访报道。